来看美国的总统拜登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，明仔载28号要来通电话。白宫的官员科比伊认为讲，除了美国甲中国的关系之外，包括台海的局势，包括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，拢是两个人谈话的重点。另外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是不是要访问台湾？可能嘛要等到讲完这通电话了后，才会确定。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仔载会通电话。北京官员科比认为讲，为台海紧张的局势，到乌克兰、俄罗斯的战争的议题，拢有可能去讲到。We have been seeing the Chinese increase their level of aggressiveness in the Indo-Pacific region. We certainly have seen an increase in their bellicose rhetoric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to other fals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the Indo-Pacific. 白宫的官员科比甲 CNN 表示讲，美国一中政策无改变，有关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敢要访问台湾，敢若伊家己会使决定。It's very clea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prefer that House Speaker Pelosi not go to Taiwan right now, at least not at this time. CNN 报道讲，美国国安官员考劝佩洛西莫访问台湾，因为有真济风险。另外有人讲，佩洛西已经邀请民主党甲共和党两党的人士，含要做伙访问亚洲，若要访问台湾是其中的一站。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，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。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。那中国广播警告环球时报前总编辑嘛声称讲，佩洛西访问台湾将是一个机会，期待解放军的战机飞佩洛西的专机做飞到台湾的天顶。佮讲这是一个开辟解放军战机伫台湾天顶巡航的伟大的先例，更加呛讲，一旦中国甲美国发生海上的冲突，美国航舰将会被消灭。美国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麦康奈表示讲，佩洛西若无访问台湾，等于是中国已经赢。佩洛西什么时阵才会做决定？恐惊就要等到拜登加习近平通过电话了后，过几工啊，才会当确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